看我的体重，我的身材你就知。啊，若讲到减肥呢，我是本身非常有经验，运动、游泳、招标，吼，啥物提拉米兹，吼，迄种会晓做。提拉米兹嘿差不多啦，吼，咱跳舞就好啊。提斯哦，皮拉提斯。你讲的是提拉米苏，哦，提拉米苏。是鸡两个一哦，歹势，我因为我都受邀啊，哈，我运动哦，才唔量体重，一娘无简单的，有减肥呢。但是做完了，迄喙讲枵的啦，一定爱去夜车食小食啦，是啥？鸡仔猪肚皮、牛鱼、礼肉蒜，啊，唔是啦，迄拌豆菜，是啦，冬瓜啊、大米、蚵仔面、雪菜、盐水润表到好家己，哦，麻油鸡是古早味。食完了一定去食一个牛排。我去甲头家讲，头家牛排细份的面较少，唔好掺酱。为什么？你减肥哦，兄啊，唔好食伤济。我你拄仔头前食啥？食20几项咯。啊，食到这真正有够歹势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比别人较歹命，迄有两个车啊，一个裤啊，但是我袂当了解呢。我感觉讲拄食过卡本，就是你讲啊真紧，唔知为什么我感觉你足喘的，而且我听到也喘起来。因为伊就无减肥成功啊。因为最近较大颗。你是有注意到的，唔是无注意到的。啊，我嘛感觉讲，迄卡本写啊无啥物笑点，这是我感觉上大的问题。